Hello，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今集咧想同大家講解一下，如果你喺加州呢度咁唔好彩失業啦，點樣去攞到政府提供嘅失業救濟金呢？同時我都會分享一個嘅真實嘅案例啊。講解一下中年人喺美國呢度再就業所面對嘅困難啦。而如果你喺職場上面揾工咧，係咪存在年齡歧視嘅問題呢？而新政府上任之後，經濟又會走向何方呢？等我哋一齊深入嘅去了解一下。新一屆政府上任咧，轉眼間已經過咗4個幾月啦。等我哋用2分鐘嘅時間去簡單展望下將來啊。從前喺世界上某一個嘅角落，有一群人唱起咗為自由之後嘅一段歷史，留下咗不能言說嘅4個數目字，亦都深深嘅烙印喺人們嘅心入邊。諷刺嘅係喺36年之後，喺所謂嘅民主自由燈塔嘅美國，卻又因為另一組敏感嘅數字掀起爭議。如果你認同現屆政府嘅施政理念，或者你會相信美國正係處於撥亂反正、由治及興嘅新征程。正如我哋嘅前總統朗奴列根話齋，美國最美好嘅日子尚未嚟臨，我哋最值得驕傲嘅時刻仍然喺前方，我哋最輝煌嘅成就即將展現，我哋不妨就靜待歷史嘅答案啦。時代嘅變遷會悄悄嘅改變每一個人對自由嘅定義，嗰啲曾經昂懷嘅大志同埋正氣，仿佛終究都係敵唔過時代嘅洪流同埋現實嘅磨蝕。無論係言論自由定係財務自由，佢哋都深深嘅受住制度同埋規則所限制，亦都取決於你喺社會上面嘅角色同埋位置。唔知觀眾你會唔會覺得我將過去幾個月喺美國發生嘅事情輕描淡寫咁去帶過呢？我都知道啦，有好多喺呢個頻道嘅觀眾咧，都係面對住好多嘅無助啦、孤單嘅時刻。不論你係啱啱嚟到美國嘅新移民定係你處於我哋社會上最底層，日復一日嘅去為生活去打拼都好啦。我都知道我所能夠講嘅安慰嘅說話咧就唔多吓，咁但係我都真心好希望啦，你能夠喺你自己能力嘅範圍之內啦，做好你應有嘅規劃啦，同埋準備啊。今集嘅主題咧都係圍繞一下呢啲即係現實嘅問題啦。OK，咁即係當你自己失咗業啦，咁你點樣去保障你自己嗰個嘅財務嘅未來呢？我哋咧會探討一下點樣去善用失業救濟金，等佢咧唔單單係你短暫嘅紓困啊，亦都係你重新出發去揾一份新嘅工作嘅契機。雖然我自己就未俾人兜過啦吓，咁但係咧我都好想借助我母親最近一次嘅被裁員嘅經歷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成個嘅過程啊。大概2個月之前啦吓，咁我就喺個頻道上分享咗同大家即係我同我父母去搭郵輪去墨西哥嘅影片啦。就喺嗰段嘅期間咧，咁我嘅媽媽咧就俾人兜咗啦。OK，喺美國咧其實就有好多人咧就真係唔敢請假噶。OK，咁因為你一請假咧，特別請1個禮拜、2個禮拜咧，咁就有可能咧就俾人兜噶啦。OK，如果你係我長期嘅觀眾咧，其實你應該都會記得我即係提過我阿媽去做咩噶啦。OK。我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同佢去呢度附近嘅社區學院咧，就讀咗一個嘅accounting 嘅 associate 啦。就反正有學生嘅資助，咁其實學費都係全免嘅啦。佢主要做咧就係一啲基本文職嘅工作啦，就係做 bookkeeping 啊，即係做啲 account receivable、account payable 之類啦吓。你可能會好奇啦，咁其實佢今次俾人兜咧，會唔會同我哋而家呢個政府個政策啦，或者個經濟嘅環境有所關係咧吓？咁我就唔會話完全冇關嘅吓。畢竟佢所做嘅公司啦，都係做一啲同中國大陸啦啲進口嘅貿易啦，攞啲嘢攞嚟加工啦吓。而佢哋一個比較重要嘅客戶咧吓，都係前一排就俾特朗普炮轟啦，要佢哋自己硬食翻關稅嘅嗰間公司啦吓。OK，而喺美中關係咁持續緊張而我哋美國人預期嘅消費力咧就存在好多好唔明朗嘅呢啲咁嘅背景之下咧，其實美國即係你話即係公司預期佢哋自己將來嘅業績可能會下滑，然後去提前去裁員咧，其實就唔係話唔合理噶。不過啦，我都好想強調咧，就係我唔會話而家美國嘅經濟咧係正在崩潰啊。半年前嘅嗰一集咧，我都同大家講解過經濟嘅狀況，亦都提到你對經濟嘅睇法咧，好視乎你自己所做嘅嗰行啦。
咁啊，我哋華人所集中嘅行業，無非都係啲貿易啦、進出口啦，你甚至係旅遊啦、餐飲之類嚇。咁啊，而家你話呢個政府所做嘅政策，對呢啲嘅行業嗰個影響大唔大咧？係又或者係咪呢一班嘅選民佢哋自己搬起個石頭掟自己隻腳嘅後果咧嚇？咁呢一個咧，真係留翻俾大家自己去盤算啊嚇。咁啊，不過咧，其實至少喺而家嘅經濟嘅情況嚟睇咧，其實我就自己嚇對美國嘅整體經濟嘅未來嘅走向咧，仍然係抱住呢個審慎觀望嘅態度啦。咁啊，過去半年嘅時間咧，整體嘅環境咧，其實係冇重大嘅改變㗎。如果有人同你講啦，話我哋美國而家經濟咧係一片大好嘅，又或者調翻轉頭啦，就話我哋經濟咧係瀕臨崩潰嘅話咧，一係咧就係佢哋有政治目的啦，一係咧就係佢哋完全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啊。咁啊，而我哋美國嘅職場咧，其實本身就已經成日都有啲嘅裁員啦，一啲嘅人員嘅更替啦。咁啊，原因咧就可能係一啲業務調整啦、商業嘅考慮啦、人事嘅問題，甚至只係因為你可能講完講得太過直接啦嚇，頂撞你嘅上司、頂撞你啲同事啊，影響咗我哋嘅辦公室嘅氛圍等等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話你俾人炒魷魚咧，就並唔一定係代表你自己能力不足㗎嚇。咁亦都係即係唔需要話過分嘅內疚啦，覺得自己做錯啲乜嘢啦，甚至你去怪責你個僱主咁衰炒咗你啦。其實我哋美國嘅職場嘅文化咧，都係合則來，不合則去嘅啫。而同你話加拿大啦、同英國啦，甚至同香港去比啦，我哋美國對勞工嘅保障咧係相對地咧係比較薄弱㗎嚇。咁啊，例如大家知道香港啦，都有遣散費啦、長期服務金啦，去炒你嘅時候，咁但係喺美國咧，其實即係佢俾唔俾補償你啦，咁就好視乎佢嗰個嘅僱主佢肯唔肯去俾啦。咁啊，又例如啦，而家香港強積金咪取消咗嗰個對沖嘅機制嘅，咁但係喺美國嘅401k 嘅退休帳戶之中咧，咁如果你工作嘅年期不足啦，其實僱主幫你交嘅嗰份 matching 咧，係可能完全歸零噶。咁啊，例如啦，普通你話係5年分期嘅。咁啊，你每做一年咧，佢就可能俾你攞其中嘅20%啦。咁啊，如果你話你做咗2年之後咧，其實你就可以攞夾埋40%啦。咁但係如果你嗰陣時俾人炒咗或者你走啦，咁其實剩翻落嚟嘅60%咧，僱主係攞翻去噶。咁啊，而從而就去鼓勵大家就唔好成日去跳槽啦。咁啊，好似我而家做嘅呢間公司咁啦，其實佢401k 嘅計劃咧，就真係比較差噶。咁啊，我需要咧係喺嗰度做起碼3年之後咧，先能夠攞翻即係100%個公司同我供款嗰部分啦。咁啊，例如你話我2年11個月咧就走咗嘅話咧，其實嗰部分咧就會一筆勾銷噶啦。咁啊，雖然個制度係咁樣啦嚇，咁當然就會有一啲比較有人情味嘅僱主咧，可能即係炒你或者你走嘅時候咧，都會額外嘅提供你1-2個禮拜多少少嘅人工俾你，即係作為遣散費啦嚇。咁啊，又或者就唔會話當日炒你就即刻去 cut 咗你個保險㗎。咁啊，可能係會延長到去月尾啊，等你即係大家都好好睇睇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你俾人炒咧有2樣嘢好重要，一定要馬上去處理㗎。咁啊，第一啦，就當然就係要處理你嗰個嘅醫療保險啦。咁啊，你可以透過一個叫 Cobra 啦，咁佢自己去俾錢去延續翻你而家有嘅嗰份保險啦。又或者係之前提過好多次啦，就係申請 Covered California 啦、Obamacare 啦，或者係醫療白卡 Medicaid 等等啦。咁啊，而第二啦，咁啊就係盡快申請我哋今集所提到嘅失業救濟金啦。每一個州嘅失業救濟金嘅制度都有少少唔同㗎吓。咁啊，例如你嘅金額啦，你攞嘅期限咧係各有差異㗎。咁但係如果你對失業救濟金咧係唔係話太過熟悉嘅話咧，我都好希望你唔好覺得佢係一種嘅政府嘅福利啊。咁啊，更加準確嚟講咧，其實佢就係一種嘅保險嘅制度啦。咁啊，而保險其實即係當然就要交保費啦嚇。喺大部分嘅州份啦嚇，包括住我哋嘅加州咧，其實係由僱主去俾㗎。以我哋加州為例啊，其實我哋嘅僱主咧係要為每一位嘅員工part time 又好，full time 又好啦，去針對住最多佢哋$7000嘅工資嘅嗰部分咧，去交翻1.5到6.2不等嘅失業保險嗰個嘅保費㗎。而呢一個嘅 rate 咧係會跟翻嗰間公司以前去炒咗幾多人咧嗰個嘅記錄去調整㗎。你話佢炒得多人嘅話咧，其實嗰個 rate 就會越高啦。咁啊，如果你想查下你自己間公司，或者你將來想揾另外一間公司咧，佢哋交緊個 rate 係幾高嘅話咧，你都可以睇翻你報稅嘅時候收到嘅嗰份 W2 表格，上邊咧就會揾到你嗰個嘅僱主喺加州嘅嗰個公司嘅號碼。咁啊，然後用呢個號碼咧，你就可以上翻去加州 EDD 嘅網站去查詢噶啦。不過啦，由於疫情期間咧，大部分嘅員工都冇嘢做啊，咁啊導致咗大部分嘅僱主咧嗰個嘅 rate 都係接近最高嘅6.2%。咁啊，而有觀眾可能會問啊，喂，咁其實 Tommy 你話$7000頂盡都係供6.2啫，OK，即係每一個員工都係供400幾蚊咁樣。咁其實點解有咁多個僱主都抱怨即係呢方面嘅開支咁高咧嚇？
咁啊，大家試想像一下，如果你係一個嘅唐人超市嘅老闆啦，或者你做工廠啦，咁其實你請都係請好多即係好多人啦，係嘛？幾百人、幾千人，有啲係 part time 嘅。咁啊，你話如果每一個人都同佢哋供400幾蚊咁樣咧，其實加埋一齊咧，其實就係一個唔細嘅數目嚟㗎。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啦，其實一啲嘅即係難聽少少講句，就係一啲視錢如命嘅僱主咧，都會想盡辦法咧去阻止佢呢啲嘅前員工咧去申請失業救濟㗎。咁啊，佢可能咧就會記錄你每一次遲到啦、早退啦，然後寫啲 warning letter 俾你啦。甚至有啲嘅更加極端嘅例子咧，就係可能佢會誣蔑你話佢偷嘢啦，問你話你手腳唔乾淨係嘛？你偷佢啲嘅機密去泄露俾人啊等等，有好多嘅情況都發生過嘅喺我哋嘅華人區。咁啊，大家要知道啦，其實作為一個員工咧，你能唔能夠攞到呢啲嘅失業嘅救濟金咧？其實嗰個關鍵就係要在於你有冇喺一個冇重大過失嘅情況之下俾人炒魷魚啊，否則嘅話咧，你就攞唔到失業救濟金㗎。咁啊，好似我阿媽咁啦，咁佢以前都唔係得一個嘅僱主咧，係曾經用佢喺工作上邊一啲嘅失誤咧，就用嚟做一個藉口啦，去企圖去阻止佢攞呢個失業救濟金啊。咁但係最後經過即係唔同嘅政府部門去調查之後咧，都係認定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普通嘅工作嘅失誤，係唔構成一啲好重大嘅疏忽啊。咁所以咧，仍然都可以俾佢攞到呢啲嘅失業救濟金啦。咁啊，而限於時間啦，我今集都係唔會去詳細去講解究竟即係嗰個僱主如果真係拒絕你攞失業救濟金嘅時候，有邊個政府部門會介入咧？整個嘅裁定嘅流程係點樣去運作咧？因為呢個嘅過程其實都比較繁複啦嚇，亦都係嘥大家嘅時間、嘥大家嘅精神噶。而且對於一啲可能你有家庭嘅嚇，你要照顧小朋友嘅家庭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難承受嘅壓力啦。咁啊，亦都係即係點解其實我哋美國咧，從來都係有一種好反資本主義嘅聲音啦。好某個程度上咧，就係因為呢一班咁嘅僱主咧，佢哋嘅行為咧，都係真係非常之咄咄逼人啊嚇。咁啊，而頭先提到啦，其實僱主咧最多都係為每一位員工交翻400幾蚊嘅失業嘅嗰個嘅保費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計都計到啦，其實每一位員工咧真係攞到嘅失業救濟金咧都真係有限㗎。咁啊喺目前咧，其實喺加州呢一度咧，每一個禮拜你可以攞到嘅失業金咧，同埋成個申請嘅期間咧，你所攞到嘅總金額咧，都係根據住你申請之前嘅最後5個季度入邊嘅前4個月嘅收入。咁當然咁講就好似好複雜啦嚇。咁如果你想知道你真係實際可以攞幾多咧，你都可以上翻 EDD 嘅 calculator 嗰度咧去計一計㗎。不過啦，簡單嚟講咧，其實就係如果你係全職嘅話，即係假設你做52個禮拜40個鐘咧，咁大概咧就係你攞到嘅錢咧，就係你以前做嘢人工嘅一半左右啦嚇。而你成功申請到之後咧，其實頭一個禮拜咧你係冇錢攞㗎。咁啊，但係之後咧你都係可以連續攞最多6個月啦。咁但係每一個禮拜咧，其實最多咧都係有個限額咧，就係最多係唔能夠超過450蚊㗎。咁啊，而其實呢一個嘅金額咧係自2004年起咧，其實係從來都冇喐過㗎。咁啊，我喺美國10幾年啦，咁其實都係從來都冇變過㗎呢個數字。咁啊，甚或之咧，其實我哋加州呢個數咧，其實甚或者係比其他嘅州更加低啊。即係大概你話，如果你揾到而時薪係22蚊、23蚊左右咧，其實即係畢竟我哋加州最低工資而家咧都係已經16個半啦，一個鐘頭。所以咧，其實你攞到嘅失業金咧，其實都係會即係一定係會搣到呢個嘅上限㗎啦。咁啊，其實你如果真係計翻落嚟一啲450蚊除開咧，其實就每一個禮拜，我假設你做40個鐘啦，其實就係計翻咧每一個鐘頭咧就會攞到11個2毫半㗎。咁所以咧，如果你話11個2毫半嘅人工，其實對於好多人咧本身就係 paycheck to paycheck 嘅美國人嚟講啦，就好明顯就係唔夠佢哋使啦嚇。而此外如果你係喺攞緊 EDD 呢個失業救濟金嘅期間咧，你仲係有其他嘅主動收入，即係 earn income 啦，即係哪怕你係一直以來都有㗎啦，譬如你得閒你都係揸開 Uber 嘅，你送下外賣等等嘅話咧，其實嗰個嘅補助金額咧都係會相應被縮減㗎，即係攞唔齊嗰450蚊㗎。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現金制度之下咧一個都比較無奈嘅現實啦。咁當然啦，例如好似我阿媽咁嘅情況，其實大家想象一下，佢一個鐘頭做嘢都係揾緊20零蚊個鐘，但係假設佢真係攞失業救濟金咧，其實佢唔做嘢一個鐘頭頭先講到啦，係有11個幾㗎嘛。咁所以如果你話你真係扣埋，你真係做嘢你真係扣埋你食飯當你1個鐘啦，OK？咁你揸車返工放工又要刷牙洗面咁你都使咗你1個鐘頭2個鐘，OK？咁仲要為架車入油啦、叉電啦咁你仲要俾保險啦，等等所有嘅開支仲要你話失業救濟金咧，因為佢唔係一個 earned income 啦，咁就唔使交個7.65嘅 FICA 稅啦。咁可能有啲嘅網友你就會
會覺得，喂，咁不如我直接去攞失業救濟金6個月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度咧，我就留翻俾大家自己去盤算一下嚇。咁啊，而今集時間所限嚇，咁我哋都係唔會去詳細去解釋究竟嗰個詳細嘅申請嘅流程啦。不過啦，如果你係真係攞到失業救濟金之後咧，其實你每個禮拜咧都要嘅，即係報翻你嗰個禮拜究竟你做啲乜嘢啦，你揾工作嘅進度啦，甚至你係要填寫你申請過邊間公司啦，有邊間公司俾咗 offer 你啦、interview 之類啦。而如果啦，大家係有需要嘅話咧，我都好建議大家咧係可以去翻 EVD，即係就業發展部咧佢哋嘅辦公室。咁啊喺嗰度咧，佢哋都係會提供翻一啲嘅免費嘅唔同嘅資源啦。例如佢哋會俾你入去用佢哋嘅電腦啦，印你嘅 resume 啦，亦都係有啲人咧係會專業咧去睇一睇你 resume 啊，睇一睇你有啲咩嘅技能你需要咧，啲面試技巧等等，有好多嘅唔同嘅指導啦。甚至咧你係有需要嘅話咧，佢都係俾一筆錢幾嚿水你咁啦嚇，咁就會俾你去買衫啦，即係你 interview 嘅時候咧就着得好睇少少咁樣啦嚇。咁所以咧，我都好建議大家咧，係可以藉住呢個時間啦，好好去增強你自己嘅能力啦。甚至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嘅話咧，我都建議翻你可能係會重返校園啦。畢竟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嚇，只要你係低收入嘅人士啦，喺美國追求翻一個嘅學位咧，基本上係免費噶。而如果你係住喺我哋洛杉磯灣區啦、聖蓋博 Valley 啦，其實 EDD 嘅辦公室咧就喺 Rosemead 嘅 Target 隔離嘅啫。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嚟講一講我哋美國而家嘅就業市場啊吓。咁啊，仲有中年人喺求職嘅過程入邊所遇到嘅種種嘅挑戰。咁啊，當然咧吓，老老實實啦吓。咁啊，我個人啦，同埋我父母咧，都係冇經濟上面嘅壓力。咁所以其實佢哋做唔做嘢，有冇收入咧，其實就親心咧係唔係太過重要噶。咁當然啦，原因就唔係因為我哋太過有錢啦，OK？咁即係因為我哋知道咗理財規劃嘅重要。咁啊，就連有錢人都係咁樣講嘅時候，每年長和股東大會都會提問環球經濟預測。今次李澤鉅就話：世界有好多不確定因素，今年唔敢做預測。而家最重要係集團財務健康，有備戰資金去應對不可預見嘅任何情況，有財務實力，遇到風浪會較易頂得住。持有多啲現金，借貸較少，小心駛得萬年船。咁啊，所以啦，你話我長氣都好啦嚇，咁啊，無論你係咩嘅年紀啦、咩嘅階層啦、咩嘅地位都好啦嚇，理不理財，財就不理你啊嘛。咁啊，起碼喺失業嘅時候啦，我都好希望大家係有咁嘅能力咧，去即係維持到一定時間啦嚇，原有嘅生活嘅水平啊嚇。咁啊，唔至於有好多即係美國人啊嚇，過得水深火熱啦，連汽油啦、連雞蛋都買唔起嗰啲嚇，即係佢哋一失業咧，生活就馬上陷入困境。不過咧，其實除咗錢之外啦，咁當然即係我阿媽呢個年紀嘅人咧嚇，咁當然就會希望生活上面有少少嘅寄託啦。而工作咧，或許咧就係一種嘅選擇啊。咁啊，而我都好相信啦，有好多嚟自華人社會嘅觀眾啦，都會覺得哇，你中年人啦，到咗50、60歲咧，其實你再揾一份工咧都比較困難啊。僱主見到你咁嘅年紀都唔想請你啦。咁但係其實喺美國咧，情況就未必係咁樣嘅。咁啊，畢竟咧，其實喺美國咧，即係主流嘅社會都講緊啦。咁其實就係啲公司都好強調以前係講咩啊？講 DEI 文化啊嘛，即係 diversity、equity、inclusion 啦，咁即係講求共融啦、平等啦，係嘛？咁啊，理論上就唔應該因為你嘅年紀咧，然後去歧視你噶。而呢一啲嘅 DEI 嘅政策咧，其實佢係一個商業嘅考慮啦。其實就好難係因為一個嘅總統攞住支 Sharpie 筆咧咁樣簽幾下一啲嘅行政命令咧，就會去改弦更張噶。僱主咧更加去着重去睇嘅咧，就係其實嗰個求職者嗰個經歷啦、嗰個經驗啦嚇、嗰個能力啦，同埋佢即係最緊要啦，其實就係嗰個與人相處，即係同老闆啦、同同事啦、同啲客人嗰個嘅態度啊。咁當然你話凡事總有例外嘅，OK？咁啊，尤其係一啲嘅華人嘅僱主公司入邊咧，其實情況係可能有所不同嘅。即係好似例如我阿媽去即係黐牌咧就見工啦，咁啊其實就係唔只有一位嘅華人嘅僱主都會直接嘅喺 interview 入邊問佢嘅年紀。咁而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呢一個問題咧，法律上面係唔能夠問嘅，OK？咁啊，所以咧我諗我下一次咧，我應該係會俾我阿媽咧一個嘅錄音器啦，係嘛？等佢咧都係將呢啲問題咧就記錄在案啊，應該咧都會對我哋咧就非常之有利噶。咁而講到去揾工點樣揾啊？咁啊之前都講咗好多次嘅啦嚇，咁啊你去熟悉嘅平台啦，即係一啲嘅 Indeed 啦、LinkedIn 等等啦，都係非常之有用噶。而如果你係揾一啲中
低階層嘅職位啦，你都可以考慮下一啲嘅獵頭公司啦。以你話呢個 finance 啊、會計嘅行業為例啦，其實最知名嘅咧就係 Robert Half 啦。咁啊，佢哋會根據你嘅能力啦，幫你去配對適當嘅職位。咁好似我阿媽咁啦，其實即係我哋去完郵輪之後翻嚟幾個禮拜咧，其實佢都已經揾到工作啦嚇。咁啊喺人工方面啦，喺地點方面啦，福利方面啦，同埋佢嗰個發展方面，當然佢都就係退休啦，發展嚟做乜鬼啊？都係比原本嘅公司更加好噶。咁啊，起碼都係大家記唔記得我2年之前咧，咪同大家講過，即係裝太陽能嘅，我咪話即係 Edison 呢度嘅服務都非常之穩定嘅嚇。咁但係咧，你大家知道今日其實都好熱啦，今日出邊都100度啦嚇。咁所以咧，有陣時都會斷電嘅，斷一陣啦，我唔知斷幾耐啦。OK，咁啊，anyway。好啦，咁啊1個鐘頭之後就有翻電啦嚇，咁啊我都要諗一諗，究竟將來個太陽能系統會唔會加翻個電池落去咧嚇？畢竟之前講過 N-phase 嘅系統咧，加電就唔係咁難啦嚇。咁啊當然而家個嘅電可能會貴啲啦，因為有關稅。不過 anyway，我哋翻返去頭先講到去咧，就係話我媽咧就揾咗份工啦嚇，咁啊所有嘢都比以前間公司好，咁啊起碼咧都唔會受佢嘅前僱主嗰份氣啦。咁啊，但係呢一度咧都係再一次嘅證明啦，就係之前講過啦，跳槽係非常之重要㗎嚇。咁啊而家美國嘅就業市場咧，都係非常之好啊！東家唔打咧，就打西家啦。咁啊，我都希望各位即係你話中老年人嘅觀眾睇緊嘅時候咧，都要特別咧係留意少少嘅細節啦。咁就係啦，隨住科技嘅進步啦，其實好似 bookkeeper 呢種嘅職位啦，10年、20年前之前咧，其實就係基本上每一間公司都必須噶啦。咁但係而家你話 AI 啲工具啦，都可以取代咗咁多呢啲嘅重複嘅工作啦，相關嘅職位嘅空缺咧，當然就會明顯減少啦。有好多公司咧，明明係可以用電腦啦，用 AI 去提高佢哋嘅效率啊，咁但係咧，仲係有好多員工係繼續嘅去做呢啲即係重複性嘅工作。咁啊，結果就係導致佢哋一旦失業咧，其實就好難去重新去適應嗰個職場噶。咁啊，所以啦，如果你有咁嘅時間啊，特別你攞緊失業金嘅時候啦嚇，咁啊我都鼓勵你咧係進修一下，譬如 AI 相關嘅技能啦嚇，起碼如果你係唔識用嘅話咧，都係用下 ChatGPT 啊等等呢啲嘅工具嚇。咁啊，而家啦，其實求職嘅時候咧，有好多時間咧，都係唔需要親身去面試啦。好多人都係透過 Zoom 啊，透過 Teams 啊去做呢啲面試。咁好似我媽咁啦，其實一開始係完全唔識用呢啲嘅軟件啊，連入去點樣去整個虛擬背景啦，入去點樣即係入嗰個嘅 meeting 都唔識嘅話咧，其實當然就係對你去求職咧就係非常之不利噶啦。咁啊，此外啦，其實而家咧就不論你嘅職位嘅高低咧，有好多嘅崗位咧都係需要你有一個副學士啦，甚至個學士嘅學位。咁啊，好彩我阿媽咧當年就係同我一齊去讀即係副學士啦，係嘛？咁啊，而家今時今日咧就可以揾到一份更加好嘅工啦。所以咧，其實真係講到底啦，其實縱然喺而家嘅政府即係呢啲嘅領導之下啦，教育就好似慢慢唔係變得咁重要都好嚇。咁啊，畢竟之前講過啦，其實而家嘅政府嘅取態就好似啊，等我哋嘅下一代咧去農場度摘士多啤梨嘅啫嚇。咁啊，即係相比起我哋呢啲咧喺辦公室入邊涼冷氣嘅白領咧，咁其實即係你話會唔會有少少好笑咧？不過啦，我都真係好希望大家如果有咁嘅時間啊，就有咩能力啦，當然啦，咁就係去試下進修啦嚇，學啲新嘅技能啦，考取一啲嘅文憑啊，呢一啲咧都係會幫到你將來咧係即係重返職場或者換一份新工咧一啲嘅關鍵嘅地方嚟噶。咁啊，都好明白啦。其實對於即係你話中老年人嚟講啦，去接受新事物就真係唔容易嚇。咁啊，我教我媽點樣用 AI 啦，點樣去用呢啲嘅 Teams 啊、Zoom 啦等等啦，其實嘅過程都係非常非常痛苦嘅。OK，咁但係呢一啲嘅技能咧，正正係我哋呢個嘅時代咧係需要㗎。咁啊，如果你係唔去學習、唔去進步嘅話咧，你就好快會俾人淘汰㗎啦。時代咧係一直會變噶，咁但係人嘅價值從來都唔係你嘅年紀，而係你願唔願意去進步啊！去向眾荊棘滿途，灑熱汗卻未累，灑熱血卻未懼啊！咁啊，如果你中意今日嘅主題咧，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吓，咁啊俾個 like 啊留言話俾我聽你想聽啲乜嘢吓，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